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，也是美国籍宣教师裴蒙辉，昨伫咧台北淡水马街病院病逝，食到98岁。伊对台湾有真深的感情，伊定定讲心伫倒，厝就伫倒。伊也甲伊的这手尾字有特别交代，讲甲所有一切拢管出来。前总统蔡英文和总统赖清德也拢对裴蒙辉老师表达悼念甲感谢。 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，同时也是美国籍的宣教师裴蒙辉，因为聚会受下真侪器官衰竭，8月7日伫台北淡水马街病院过身，享受98岁。回顾较早台湾 Plus 的独家专访珍贵画面，深爱台湾这片土地的裴蒙辉老师讲：心伫倒位，厝就伫倒位。 People here have been very kind and very generous, and I love Taiwan, and my heart is here, so this is my home. 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裴蒙辉老师伫台湾一个大道超过70年，一寡民众悼念伊对台湾无私的贡献。前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亲身甲裴蒙辉老师的台湾护照交予伊，欢迎伊成为正港的台湾人。I also learned that you have just become a citizen of Taiwan. That means you will have a passport of Taiwan. A passport for me. You know, I've always felt like I'm a Taiwanese anyway, but now I'm a full-fledged citizen. 裴蒙辉老师过身，蔡前总统嘛伫面册悼念，感谢裴蒙辉老师为台湾带来福音，帮助台湾人学习英语，也表示台湾永远是领导。总统赖清德知影了后，嘛感觉哀悼唔甘，感谢裴蒙辉老师坚定为台湾伫国际出声，为社会带来正面良善的力量。裴蒙辉老师嘛伫遗嘱特别交代，要把所有一切拢捐出去。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所以他最后的时候，他说他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救传的，就是继续那个福音的工作，包括他的身体，虽然他年纪大了，98岁，只要能用得上的，都是属于救传的，属于台湾。 裴蒙辉老师最后要安葬伫台北阳明田景，会当看救世团保协会。地方委员会决定举办裴蒙辉纪念音乐会，目前还阁伫咧找适合的地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